掠去清散，替阿兄报仇。我敬你两个，来，来，大妈客气。来。爸爸，你也袂甲我讲，啊，这几年来你变甲这么好业，啊是做什么生意啊呢？做生意哦，大富由天啦，小富由人啦。哇，这阵嘛变甲这好业哦，拢是运气啦。运气哦。大妈拜托的，讲句话宝，无讲是安怎哟？阮大意思是讲话你做倒一行的啦，做倒一道的啦，莫讲甲含糊啦。是啦。我同你做乌的啦，兼招书啦。哈？做咱两项哦，做乌就咧侥幸啊，搁招数啦，大你听看卖。哎呀，你嘛唔通安尼，假做吼，就免惊人知啦。对啦，我怪人听人咧讲吼，人吼无欢喜财袂好养，啊这马吼无野草吼是袂肥的啦。我就咧想哦，这个人看起来都普普啊尔，哪有可能变大甲好嘛，对无啊？我莫甲大比啦，甲面骨比就好啊啦。甲你前看后看倒看正看，你徛咧看，我倒咧看吼，你就无倒一点比我面骨好赢啦。做招数的，哦，无我遮好过哦。好啊啦，面骨啊，啊你是咧细细念你念啥话啦？啊话啥安尼乱讲？罚酒啦，讲唔对话罚酒啦。大，酒哪愈啉愈无味啊？啊，你弟弟，我房间有一罐甜甜的，我来看，啊恁等下做者。哦，多谢啊，爸爸。你先那乱讲，你是讲啥？面子小甲顾者，晓无？看我讲吼，爸爸嘛是我换忝兄弟啦。有这种换忝兄弟吼，大，卖较赢啦。好啊啦，不管是你也是伊啦，恁两个在我心目中吼，永远是我换忝兼师中的啦，永远就是我好朋友啦，知无？坐落来啉酒啦。大话呀，啥安尼乱讲？你嘛甲拜托的啦。啊，这个肉丸呢是要安怎甲面骨比啦？这个肉丸呢，想要甲大你洗骹，伊都无迄个资格啦。你甲想看卖大，伊做招数的呢，交配一定拢是遐日本人啊，遐死骹啦。对啦，白白大家看，大家拢咧走跳的啦。像咱两个走跳啦袂歹啊，是毋是？真水气啊！啊那伊哦，无像遐假路啦。做招数的。好啊啦，不管你安怎讲啦，过去肉丸捌救过我啦，我无可能无认你这个兄弟啦。后摆吼，莫在我面前批评伊啦，有听无啦？对，我批评伊吼，算伊福气呢。我若毋是看着你的面子哦，我早就一拳落面拢猫去啊啦。对啦，人咧做天咧看啦，像这种侥幸钱哦，会失得了的吼，看天我要怎收伊啦。你有啥物鬼事？那你惊甲安尼？你是看到鬼哦？安啦，我毋是来吓你的，我有一件大代志要甲你讲。啥物代志？有人会阁出现啦，玉兰花，你知影无？有人会即摆身价已经去到1000块啊，爆啊！掠有人会比你招数较好赚哦，只要你做好这件代志，啊后半世啦，使翘脚练手筋，倒咧读。免当咧戆想啊啦。玉兰花来遐尼简单着你掠着，就毋是叫做玉兰花啦。听讲你大兄土太郎嘛是死家己手下。你讲啥？海兄之事，我一定爱做。有人会，我要将你拆家落刀，用性命来害。玉兰花神出鬼没，伊的真面目真少人看过。何况掠会遐尼简单咯？遐伊当然无遐简单，不过伫天边现在安静，迄掠伊就简单啦。你怎么讲啥？内底烟斗，头毛长长迄个啊，哎，大人啊，但是我外甥兄弟铁定啊！什么铁定啊？就是大头哥有人会。玉兰花，大人啊，你是毋是规工咧想你身躯的神经想咧起笑啊？还是目睭咧喇嘛糊的？你讲啥？目睭叫喇叭糊的，我看你目睭脱窗咧，真大胆呢，有人会敞开，你无想要我？
哎呦，大人啊，伊根本就袂啥物杨兰花啊！佮替伊辩解，我看啊，一定是假到了。不，大人啊，这话袂使话袂讲呀。伊这个啥解说？这天天啊是，我较早熟悉就换掉呀。啊，我离开足久的啊，啊，今日拄伫咧街路撞着，啊，我招来厝的，敢有啥物有对？代志的经过就是安尼啦。我嘛是袂讲天天啊就是杨兰花，但是我就说，我绝对甲伊一点关系都无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相信你真简单，即摆有一个大罪你讲的机会。大嘴入口，这是啥？毒药。啊！毒药！哎，大人啊，你是管得这么凶啊？我系查某囝，你也绑票，即摆佫摕毒药，叫我害死我换这兄弟，啊到尾啊，尾换你害死我，你我念去。上好照我的方法去做，啊若无，我对你查某囝无客气。你查某囝藏喺倒，你当作我唔知影，啊？对啊，啊，对啊，对，好，唔通你嘛，好来走，好来走，行啦行啦。无啦，到底什么代志啦？哎呦，我头拄吼听到这个报案，该只加抓土三郎啊，两人讲啥物将功赎罪，春后要甲你害死呢。什么老可能啦？你实在哦。对啊，你嘛相信我一下，坐落来啦，坐。真的啦。你上好照我的方法去做，啊若无，对你查某囝无客气。你查某囝藏喺倒，你当作我唔知影，啊？弟弟，啊烧酒啉啊无欢喜的，那赶我走。啊，阮大个吼，甲我吼雄雄代志啦，袂当伫遮伤久啦，歹势无连工仔来，连工仔来吼。来，弟弟啊，你真正要走？爸爸，真歹势啦，啊，落外口有代志啦，连工才来拜访，过是。弟弟，你遐要来无通知，啊要走无消息，啊嘛真无意思。甲你若要走啊，无即杯烧酒你莫早走啊。好，我好答，你随意。无咯，大，迄酒有毒啦。玫瑰啊，你是真过分的哈！你烧酒无啉袂要紧，话唔通黑白讲啊！你喺三番两次挑拨我天天的感情，这我拢忍耐。你即摆讲我烧酒，是倒要害伊？敢无影？头拄在房间内底，我听来偷传，甲你讲什么将功赎罪，我摕一包毒药互你，敢无影少？我你甲这酒啉落啊，你莫看啊！好，我电话你看。啉落。等，爸爸，好，我讲一句，我相信爸爸的为人，伊绝对袂有求赢。喂，伊虽然即摆是走出城里，但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，伊才会甲遐四脚交陪啦。我了解伊的痛苦，伊嘛真希望替咱台湾的老百姓做一寡善事啊。你这款人，好啊啦，弟弟，爸爸，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代志，但是我会当谅解你的不争气。只是性命有限，回头是岸，爱好我把握人生，加做一寡好代志。弟弟，生活才父母，理我才体理。弟弟，你真正是我的知己，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我会永远记在心内。你若要走，这杯酒连我打，走。既然你甲我当作知己，这杯酒应该互打来。对，可惜，弟弟，小弟，为后面走。有请，一步行。老爷，你先啊，老爷。
紧的。好啦，大，头拄你啉杯酒，不得要紧的。我无代志啦。安怎？你搁怀疑肉丸和我啉迄杯酒有毒性？伊肉丸哦，遐尼重情义的朋友，无可能对我做迄款代志啦。你真歹讲啊，知人知面吼，不知心啦。迄万不样，若是有人逼伊，你真歹讲呢。好啊啦，较紧的啦。以我对肉丸的了解，伊敢要牺牲家己，嘛袂出卖我啦。你意思是讲啊，如果迄杯酒有毒，伊甲你讲我啉掉，伊无遐尼伟大啦。怎啦？迄杯酒啦，就是安怎啦？安尼变啦？委员攞走，干！想要家己大人梦想，会经过啊表哥呀。老爷，代志我放心，我上袂放心的就是秀玉啊。老爷，你放心啦，我就好好照顾秀玉啊。老爷，报案！报完了。不行，你真是对多个。天天的，你来骨倒转来，我是代志开始，早就应该想到，你两个听我啉迄杯毒酒。你哦，使讲我袂白酒的啦。永远天天的，你紧走，拖山人入来啊！你紧走，我应该帮你无管的，你讲，别吵，呀！你们，不要！刘兰辉，你无死！骂完，你出去！你看台湾人真无，你就是大家拢甲你共款，爱做死卡死，你搞点去！骂完，甲迄人本孙子，刘兰辉，骂完，趴下！照顾阮老爷的囝。报完了囝，你对，哈，你对啦。什么人啊？你人？带人没有啦？你对啦。你来走，你来啦！报完，报完，报完，报完！别尿啊！下波容易卡响，他尿就原位。原位，我袂久啊。
查某囡仔哪安尼学白讲？迄是你咧喊人，你若爸无死，吼，赶快紧困哦，明仔载爱去读书的，吼，乖，唔通哭，吼，唔通哭啊，吼。这么多年无见面的外爹兄弟，这个见面就发生这款不幸的代志，都是我带伊，这好麻烦，跟阿豪啊，携手见面手头，我实在对不起伊。大汉，你莫去自责啊！你若搁安尼哦，我明久的感情结束啦。你逼我去死后，还搁较艰苦，千错万错。不是带你的唔对啦，都会怪我，我有眼无珠，是非无分，把好人当作歹人啊！开始的不是你，是我啦，是我啦，我对不起，大汉，我对不起，我唔对，大汉，大了紧，请求，请求，大了紧。大汉，伤口最严重的，拢咧我防安尼。无要紧啦，我过会动的啦。等下吼，我来山顶挽一个草药高高的。拢爱怪迄小金啊，土山王啦！伊比那兄，还搁较强，还搁较皮皮啦！啊，对了，大汉，有一件代志吼，我袂记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阿豪要死之前吼，又拜托你照顾好百万的囝。爸爸有囝，伊讲差不多10岁啊！哦，真好，真好，真好！天公庙有保庇啦，好百万有后代啦。啊对啦，啊囡仔伫倒位？伊讲无甲伊带做伙啦，差不多1个月前吼，送去互亲戚。多谢你亲戚啊！阿豪也无讲清楚呢。啊亲戚住喺倒啊？宜兰啊，宜兰，啊，毋是啦，台南啦。台南。什么兰啊？宜兰，台南没有啦？你倒啦？啊！宜兰，是台南呀，宜兰，就讲得清楚。我嘛唔知啊。啊，后来要登开之前都无什么开心啊，啊，讲话清清楚楚，我听无。收到的啦。啊等，你哪安尼戆神戆神咧想啥个啦？是毋是搁咧想昨做恶梦的代志啊？啊，当囡仔人吼，唔通安尼黑白想啦。啊，当你若把迄个面安尼圆滚滚，看你偌福相的，一定会食饱字，啊袂夭寿死啦。吼，来来，干袂哦，啊紧食咧，吼，小等下啊传咧，通啊去读书，吼，你偌乖咧，来来来，太小去食，吼。阿姊，金春，哎呦，金春啊，真是你哦！啊，你当时转来啦？我昨暗就转来台湾啊，啊不过是我，今日甲阿姊吵着啦，所以我咧警察厅宿舍住一下。今日太早，我就赶紧来看阿姊啊。安尼哦，哎呦，你去日本读书读2年啊，我咧2年拢无看到你啊！我看，2年无看哦，身体加我好了哦。阿姊啊对，你嘛拢无变咧。都无咧妖怪，佫袂变。这2年啊，为着这个生活哦，你日时啊吵到暗时啊，啊，敢若牛咧拖咧哦，哪有可能佫袂变啦？老啊啦！诶，这个查某囡仔是？我甲你讲话袂去甲你介绍。啊，这个哦，就咱这个表兄无，8万的啊，8万的因查某囝收入啊啦。秀油啊？哦，我想起来啊，8万的表兄我嘛甲伊几落年无见面啊咧。你就是8万的表兄的查某囝，是哪真古锥咧？秀友的，这个吼爱叫表姐。表姐你好。坐咧
吃袂，这你吃袂，好，嘿，我来提碗哈。较早我部队的时阵哦，阮老母哦，拢用这甲我顾呢。多谢你，还阁会听袂？袂听。对啦，你是安怎一直甲我叫啊？因为我无希望你食细汉钱，所以我这饭碗想要互你。多谢你。真苦哦！哦，阿母，我一啥物物件互你食？饭团，啊，这对对来的。这是一个叫做去儿姐摕来互我食的啦。忘紧啦，阿母哪甲你教？就准咱较善，咱嘛免有袂接受人的物件啊。我知影啦。拢是阿母唔好，阿母真无路用。这饭团你食？阿母，你莫伤心啦，等我大汉以后，一定会趁足侪钱来买好食的物件互你食啦。阿母，你莫伤心啦。你袂记恁阿爸安怎讲？教你讲，出社会是爱做大代志，毋是要趁大钱。做大代志有啥物路用？亲像阿爸，啊，毋是早早就互人掠去枪杀。你是毋通人讲恁阿爸互凊彩代志呢？咱即摆米来遮，公是歹人要来救咱。你外口是毋通四个讲哦。我知影啦。无你先转去，阿母遮衫洗洗，咱袂水转去啊。哦。较细粒哦。好。啊，饭团连紧食啦。哦。人阮拢伫遮咧洗衫啦，啊，规条溪仔的水拢是清哦，衫洗落到内拢偌清气咧。啊，自从你伫遐洗这水彩的笔吼，你看这湿水啦，拢倒咧裤的啦，当阮是要安怎才好啦？你看，真歹势。
真歹势，我无注意，把遮物件拢车倒去。你若是有啥物损失，我负责赔偿。免啦，是免赔啦。只袂希望讲以后你莫搁来遮洗物件就好啊。若无代志，我先失赔。等者。若无代志，我先失赔啊。等者。我叫做金川，我是拄调来遮的村长。你是顺色大人哦。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秋月。真好听的名，就甲你的人共款，遐尔美丽。假使若无其他代志，我先失赔。秋月，秋月。报告，将军，将军，报告，将军。做门口，这把玩的厝内。做门口，这把玩是不是假？做门口，这把玩啊！我唔知。做门口，这叫把玩的哦。我唔知影。做门口，这把玩。我唔知影，各位借问的吼，这间把玩恁敢有？咱听到把玩的走过不半。你讲啥？什么代志拢探听袂出啦？嘿啊，我嘛唔知安怎啊。去问迄厝边隔壁吼，大家一听到把玩的代志啊，一连屁拢唔敢放。我若饲到我过咧吼，别说我有加温的传染互伊啦。既然问袂出啦，我看规矩吼，咱家来找啦。当是变哪找啦？咱刚知影讲迄个囡仔差不多10岁，是查甫的，其他消息拢唔知。我看吼，咱搁找看有啥物较好的消息吼，赶快来找啊。免啦，我看吼，啥物线索拢探听袂出来。我想哦，遐厝边隔壁无定着啥物代志拢唔知。我咧判断讲，霸王会甲囡仔送去亲戚遐，这件代志敢若阿虎一个人知尔。伊一定想讲，伊家己发生啥物不幸，才赶紧安排甲囡仔送走。对，大你爱讲有理。安尼哦，咱来偷偷找，看看来。袂去看看来，爱赶紧找。即马霸王已经死啊，这个囡仔是霸王唯一的血脉啦，咱要赶紧去找着，毋知他照顾会保护伊。对，来台南。你敢是讲宜兰？我想真久啊，我确定哦，是台南岛啦。各位乡亲，大家注意，大茶cou摇篮会如果现身世界咧做啊，听讲最近来到咱台南府城，大家看好清楚，这都是摇篮会的画像。告诉各位乡亲，看到甲伊死了真共款，行动可疑的人一定要赶紧来通报。还佫有一点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摇篮会即摆身受重伤，一定会去求医。所以女社、药店、病院，拢是伊会出现的所在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。阿明啊，你若走到这来青狂着。阿母，我看到有人会安尼。你
你倒位哈？我带你来去看啦。阿母，你敢毋是一直咧找叫人花啊？今仔点我别讲啊，我来等。我饭碗买回来啊！你来你倒啦？公啊，家啦。哇，大你若爬遐悬啦，袂出咱高山啊咧！要较悬，看较远啊，较安全啊。紧点，来啦！我买饭碗吼，趁小紧食啦。哦，好啦。安怎？有办法因囝的消息无？无啊，安骨大，我即摆去行路吼，7个吼，咱看到迄大个死啦，我要掠着人花啦。我嘛即阵啊吼，你也是较细腻的，找爸还因囝代志，就交我来处理啦。即阵啊吼，你先遐风头较要紧。哼，我才唔惊因呢，就凭迄几啊老肉骹就想要掠我，哼，搁早呢。大个啊，这人唔通挂无事牌啦。这台南金川孙仔啊，听讲介厉害呢。我今仔日下早啊，已经看到伊过来啦。伊即摆已经通令啊，台南大小间的女侠药店病院啊，全力要来掠你啦。这件代志一定是小金土产哦，对伊发布的。要紧啦，你免烦恼啦，先找到肉丸因囝吼，较要紧。安哥大个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讲。什么代志？安哥，我讲我惊到你妈呢。也毋着紧讲讲啊。我著向想起来，这阿华要死的时阵吼，伊有讲啊，讲肉丸的因囝哦，敢若毋是台南，是宜兰。我，好，你大个，二姑，我有你气死啊！大个，莫安尼啦，莫生气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来宜兰走一撮啦。啊，规日你即摆有伤吼，会当好好休困。我来宜兰找2、3工，我就倒转来。好，乖。阿母，迄个药观音是毋是啥物秘密啊？无啊，哪有啥秘密？我感觉足奇怪的呢。是安怎阿母你早毋着爱对迄个药观音那么细念啊？毋是细念，阿母是你求这个观世音菩萨，保庇讲，互你平安熬大汉。哦，阿母，迄个药观音是毋是足值钱的？啊，若无你若家己当做宝贝，逐工拜完就家己藏咧倒柜内底啊？当然的咯，这个物件是咱阿爸为了互咱的物件，阿母当然足珍惜的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阁认为这个药观音足值钱的呢。啊，若无，咱就会当家己摕去卖啊，去换米啊。你何必讲？咱种较善嘛免卖这药观音，就种去要死，观音嘛爱留咧。是安怎阿母？你莫问是安怎啦，你着爱会记哩。这观音就敢若我的性命同款，无论什么款情形，拢免甲卖掉，拢会留咧，知无？我知影啦。紧快。
阿母，还有啥物代志啦？阿母，你有感觉无？迄个叫人火的画像，甲阿爸生了足共的呢。阿母，你有感觉无？迄个叫人火的画像，甲阿爸生了足共的呢。敢有？我也无感觉到啊。你哦，可是想你老爸想了过头啦。紧困啦，啊？回家你敢好？阿母，阿爸敢是好人？放心啦，你老爸当然嘛是好人，毋若是好人，佫是一个英雄呢。那安尼，是安那日本警察要枪杀阿爸？警察毋是拢咧保护好人？你即马佫细汉，甲你讲你嘛袂了解。等若较大汉的时阵，阿母才偷偷讲互你知影。我无爱啦，我即马就想要知影啦。阿母，你甲我讲，迄个叫原因是毋甲阿爸的死有关系啦？哪有啥物关系？你紧去困啦。阿母，你甲我讲啦，我拜托你啦。你哪人啊？阿母讲话拢无要听哦，叫你先困。啊，毋过，莫讲毋过啊啦，大汉了阿母会讲互你知影。即马莫问较济，来，阿母讲话你爱听。紧困，免阁问阿母哦，哈？我知影啦。乖。对啊，是你啊！你是安怎啦？是安日本警察要追杀你哈？事到如今，我嘛会当去瞒骗你啊！我参加抗日组织，我是一个抗日分子。你看，阮的行动失败，即个所有兄弟都叫我对杀。你免烦恼，我死无要紧，但是我只有一件代志要拜托你。是，这张地图你摕去，按照这张图，就他找到真侪军火，还有一寡钱，千万袂当让日本人搁摕去，你知无？爱记，你一定要甲这张图交给人会，有听无？有人会。你不警察来，我好难听啊！来，你快，快啦！我袂走，将这张图交你，我心愿已经了，我唔惊，你警察唔卖看日本人了。我点解跟你同事？我要跟做伙，我袂走。你警察唔卖日本人抓着啦！我走啦！我就喊你一定要还你。
带你去做一个安全的所在，你走啦！会记哦，莫甲别人讲你是区俊阳的某，会记未？啊妈的，别人讲你是美款啦，会记哦，莫甲别人讲你是区俊阳的某，啊个爱真名，莫叫美款。你放心，我母我囝即马过得真好，我即马已经改名叫秋花啦。我一定想办法紧找到玉兰花，将这个地图交好伊。请多采还府。我拄啊接到命令，胡俊阳的某囝为吴波走来咱台南府城，就是吴波事件去用切杀迄个柯俊阳。无毋对，总督府会派我来，就是为了这件代志。胡俊阳身躯有一张地图，地图顶悬叛乱分子的军火甲机材。胡俊阳死嘛毋肯交出，我想这张地图一定在因某身躯。这张地图，咱大日本政府非常的重要。必须交出地图，咱就利用大公。金川，这是一个好机会哦。你放心，督察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。有人会件代志。报告督察，玉兰花的画像已经过时咧全台南府城，而且我已经通令所有的病院、药店、旅社，若是有看到可疑的人，一定要赶紧来通报，绝对万无一失。这件代志你办得真好，还使念着100个，会报过一个。